上海浸信會係一間使命教會，喺45年以嚟，上帝俾我哋喺呢一個地方能夠傳承使命。1958年，美國嘅傳教士畢路德姑娘嚟到香港傳福音。當時佢喺上水古洞開設咗家庭嘅聚會，但係後嚟因為石湖墟出現咗2次嘅大火，政府要重建呢一個地方。當時咧有大量嘅人口湧入，畢路德姑娘見到呢一個確實係一個好大嘅福音機遇，於是提請浸聯會喺呢一度開設教會，而上水浸信會就喺呢一個機遇底下誕生。去到上水石湖墟啊，人多嘅地方去報道，成立一個教會，就邀請嗰啲人咧嚟聽福音啊咁樣嘅。我喺1970年開始返教會，嗰陣時咧我仲係一個科蚊仔，嗰時返教會係為咗玩啊，因為嗰我哋同一班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就一齊返，我哋返嚟打乒乓波啦，嗰陣時返緊教堂喺新樂街呢度地下，咁啊大家又玩啊，又食嘢啊，又打乒乓波啊，又開呢個少年組啊，所以其實喺嗰段時間裏邊，我有一個好快樂嘅即係少年時期，就喺教會裏邊度過。隨着時間過去咧，咁我就認識咗呢個獨一嘅真神，相信咗耶穌，加入咗教會，成為咗教會一份子。2年前我退休咧，就喺教會裏邊同一班嘅弟兄姊妹組織咗一個叫樂園會嘅事工。咁我哋就係專門係服務一班50歲以上嘅或者已經退休嘅人士，讓佢哋成為樂園會嘅會員。我哋為佢哋咧提供咗健康而且係有益身心嘅一個嘅活動啦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哋又組織咗一個叫做左鄰右里服務中心，喺度服務當地嘅村民，完成咗神俾我哋嘅大誡命同埋大使命。我係家燕，初中嘅時候咧已經返水浸㗎啦，而家係成年區 A 組嘅組長，做咗組長咧已經20幾年啦。好記得咧初返教會嘅時候啦，有牧者啦、組長佢哋對我愛心嘅關懷，教導我咧認識神嘅話語，學習點去祈禱，用信心咧嚟面對生活各種嘅挑戰。同樣咧，我好想將呢一份牧養嘅使命帶到去小組嘅裏面，同組員一齊咧嚟到建立生命喺基督嘅愛裏面成長。我係子軒，係一個信二代。而家我喺教會主要參加敬拜隊同埋一杯涼水嘅事工。喺敬拜隊，我可以同一啲比我年長、屬靈生命更加成熟嘅弟兄姊妹敬拜，同佢哋服侍咧，堅固咗我嘅信心，亦都讓我咧喺敬拜裏面有一份嘅喜樂。我而家參與一杯涼水嘅事工，更加提醒咗我基督徒係有一份使命。社會上邊有好多有需要幫助嘅人，我哋要將上帝嘅愛帶去社會裏邊睇唔見嘅人身上。我會因應住唔同年齡群體嘅需要，我哋除咗有崇拜之外，亦都有小組嘅牧養，我哋亦都有培訓嘅學校，讓我哋能夠喺聖經嘅當中，我哋能夠互相去學習、勉勵成長。教會咧亦都有唔同嘅社關嘅服侍，而社關服侍就係幫助我哋進入社區，了解鄰舍生活嘅需要，亦都讓我哋能夠可以一齊實踐傳揚主嘅福音。我係夫婦小組嘅阿華，1年前神就感動咗我去參與涼水服侍上水街坊。喺涼水咧，最特別嘅地方係我能夠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事，當中真係充滿甜酸苦辣。我就嘗試喺佢哋嘅故事入邊加啲嘢啦，當中有聆聽啦、祈禱啦、關心啦，滿足佢哋需要嘅一點心意啦。佢哋咧亦都喺我生命入邊令我生命變得更加豐富同埋有意義。我希望真係能夠將耶穌嘅愛同埋耶穌嘅光咧，都帶到佢哋生命入邊，令到佢哋咧揾到生命嘅意義。我叫浩正，之前喺學校寄宿，覺得好唔開心、好孤單，但係靠住祈禱親近神，感受到神嘅陪伴同埋安慰。於是，我參加左鄰右里福音事工，派送電器同埋生活物資俾天光埔同埋天明村嘅居民，仲每個月參加同天光埔村民嘅聚會，傳福音俾佢哋，讓佢哋認識耶穌，感受到神嘅愛。面對住北部都會嘅發展，我哋需要迎接呢一個新嘅機遇，就讓我用信心迎接使命，一齊活出主嘅愛。